我以前就会拖过去学后院嘛，跟我迄过少5年生，跟我是12岁的时间，就大家啲好高地不会度，跟我是好高就规天讲，你爱迄啲熟沙地不会度啊，只是5点爱红茶。周饼含6点，即係5點紅蟲，韓國5點紅蟲過後呢，你就會練過會大傾到阿乜嘅，跟住你用是熟晒成啥叫佢控口，就會給佢樸素的東神氣，就會給大概5點的時間。當準時哦，佢就會變贏哦。叫是最時行嘅贏哦，就會 SHE 嘅 Superstar。叫是劍彈槍會搭啲歌曲啊，佢係用嘅棍誒，就見，你嘅門，咚咧，真係會嚇到。大概我聽到嘅你喺啲，就抽獎啊！我就抽獎就嚇起來，都一下睇了後出啥嘢，我係有陰影，因為因為有段時間我行啲路空，行死去都冇見。一條歌曲嘅天機，燒酒果香，心痛嘅成日就會按我嚇到，會抽獎到，唱到歌詞就會想到。冇唔錯。你去嘅 KTV 上嘅水舞嘅時間，就就是我嗌過小到高中嘅好高哩路卡都過群，差唔多5分鐘就會到誒。哇！跟住就反一病咗落去，所以有蠻多。唔過冇錯，唔過大家唔好留到黑夜群就會越做到唔黑，你就越蠻多。係，嗰時間我哋先生還會調查咗，一張夜晚人遲到最多擺，最多嘅都係黑。就係你。冇，黑嘅好過副群嘅，就係3分鐘嘅，3分鐘，係5分鐘嘅，對，錯。韓國嘅時間，啲高官都會企喺門口，會罵人啊，都用按做到，按慢到。很重對啊，做到。你係小男人，按做到按做到哦，人家都10點按做哦。你就會罵人話按慢到，按眼就會調時咧，7人就做得塞那一下咩，就會講哦，眼夜視來都是會痛哦。但是用夜視就來了。冇啦，高中嘅時間，用眼神有可能啊。高管就夾你去教室安尼。因為我這個也係同校原創嘅嘢哦。好，故說其實大家早晨都係愛不卡人，係愛紅蟲哦。一直都太好，係愛總算哦，愛到畢業的。不過你係 mother baby 哦。以前係啊。不過佢咩唔是實聽自家人亂做鬧數，你咩夾不卡，你就會夾人亂做。你媽還會變聲就唔係，我媽媽變嘅係 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我其實貴校做紅，要貴校需要動作似人像，有幾個矛盾我來解釋一下。你係雙魚座係冇？Hello，你有啥奇怪啊？因為佢也係啊，你係雙魚座。好，所以唔係嘛，唔係會有時間好做，有時間貴校水爆咧。你後邊唔會本太講煙錢太飛。係啊。就迄假是今日上課，迄有機會水到動作方面，就感覺哇，這個傳導嘅水爆嘅，哦，唔是上課。迄假是了你嘅話，係就個希望個做嘅時候，因為這個嘅安尼嘅表達嘅時間要個長嘅感覺啦。你講實在話，係感覺水母真是會花時間，冇做3百去8個嚟，一度點做都唔驚係咧。有3次可能我幫唔佢。所以藝術係下晝頭3點到6點。冇啦，下晝頭3點鐘做嘅。張周 C 啦，張周 C。因為做沙飛嘅家下係自由工作者然後又開一間音樂公司，假使有客戶有安呢有音樂愛做，我就會安排自家差唔多下晝3點到6點。一時間做得做，你知道做些3點做？係做得之後就做得去看電影、昂街啊，還係約會啊乜嘅。好，不過後來我去高中教音樂創作，就每週禮拜1、禮拜4、禮拜5都有8點嘅課程，做8點嘅課程，係咁樣是，我就知道也係人生一個無強嘅挑戰，我就冇時有人生嘅挑戰。 6點愛紅蟲， 6點。如果其實我嘅課係動作就結束咧，係嗰個動作以後，做一水木嘅，做一水木，有時你唱大一班，動作做一歲到幾多？歲到日頭
落山，係啊，差唔所以熬多。蠻久呢。但阿虎呀就50歲啊。難怪佢按布條就是壓衰。所以我就辭職了。因為我自己當沖水母嘅人，因為我水母一天要睡到超過八點鐘按叫。我朋友俾我老人講啊，頭擺吐書嘅時間就講哦，你是個烏嘅咖啡啊，還是個蠻牛啊？你就在嘿，就在跳呀吐書，我冇法吐呢。韓國嘅頭擺咩好長嘅時間，咪落去個 KTV 唱歌唱跳呀咩？我到12點我就會動上去水母嘅。我嘅朋友就嚟講，人嘅身體嘅機制啊，會幫人吃東西嘅時間唔會上水母，他就很愛吃可能。會嗎？嘿，我老人講，我就會提一張對個 KTV 冇喝酒、吃東西、見水嘅人。對做一啲都很做得水不？很驚嘅。真嘅，一天會睡就睡。等下就去嘅唱歌嘅，我就看阿魯而家最好都係設計咗東西。我老講真嘅做嗰個得咯。水餃啊、煙腸啊、跟牛肉麵全部接落去，看很衰對冇？牛肉麵總係喺水嘅要講過，面會對屁講出來。講當我一個習慣就係因為我動物暈床嘛，所以講我會去食飯做改片。水母。唔係，就是按一個論種，跟論種係同係看嘢，行得到冇？係會行過去，跟我嘅數據係會10天6個目標用時間嘅論種，啊用就做得用動安全咧，因為該用時我有各種嘅做8點嘅課程係。壓力動態，有經驗嗎？他擺就不用整圖片呢，嗰個亂種圖嘅片，我做你相機。其實我最近有一個 APP 係按用就係你紅蟲愛經驗。差唔多100下。怎麼提？還有你就像了。那有用。一開始嘅樣片地圖沒有啊，講像噶哈，給這種自己看，給我也不會咋算式哦，但是很簡單的，就是3加5加7加9等於多少？你聽下算出來，怎麼提？哦，跟你用上面就會刪掉哎。會點配？應該算都準嘅。好，謝謝。左邊的時間，有個林斌，因為左邊太個弄水球啊嘛，8給你10給你球啊水，伊就唔點樣咧，嗰種左邊壓力過大啦，所以冇說半夜哦，點嘅時間咯，可能長官好，會嚇到誒，會嚇到啊，係啦，所以我睡到一半會不空，一個夢就錯啊。唔係死唔係安尼，長官好，唔係安尼哦，會太長官好，安尼哦，因為聽錯會太少。太感都像哎。對啊，全部被嚇傷啊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你係咪講他很有嗎？啊個還會打輸嘅話，1、2、3、4安尼。哇，幾按認真哦。係啊，當然其實睇緊嘛有壓力啦，會行水果條會集合啊咁樣咧。也係冇很多長官好。人哋嘛會被嚇傷啊，所以係一個左邊神奇嘅故事啊。啊，米養本我安尼，米安部哦，真是壓力過大。咁人哋有做習慣係嘛？冇習慣。就會戴耳塞。聽錯哦，左邊聽錯。因為左邊會打靶，人哋會準備耳塞啊。喺講大家都點啊？做嗰邊嘅時來吼，早晨吼一定吼。就會韓國嘅一部隊起床的熒幕，喺個5點他出沙飛過，我也做過這個實驗，我會調早晨6點哦，有一年，讓我來起床，我就會放起床號，在牙國嘅檢風，嘿我不會，我就然後就動6動到部隊起床，牙國就嚇響了。有一隻習慣從細開始吼，就係呢佢睡夢嘅時間呢，佢愛認定夾咩嘅念頭，佢將所以念頭，因為做嘛，你夾咩去想下，有可能係講長久下來嘅時候，當到4年嘅生年咩，個生年可能就學到嘅習慣啊，就講生。你講其細漢家嘅口腔期冇蠻有可能，嗰時候幾樣時，佢就睡夢嘅時間就一見呢夾咩念頭，長到怕睡夢，佢可能夾咩想講啊，佢4年會睇啊，係冇錯對，所以4年會睇啊，佢睇嘅安樣辦呢，冇可能睇係邊樣夾咩嘅念頭。
老多係同佢呢邊。唔，我嗰個樣板咧，佢夾尾做前多一張人工誒，其實嗰啲人工係做趴趴熊啊，嗰個後面嘅米啊，有隻演員糊嘅像米安嘅演員，嗰個叫做怪神演嘅米安嘅水母，嗰時比他多一下，大家是小貝貝咩，也係整條咩，叫做係趴趴熊，所以佢隻用做人工係做演定水母，多一下做行戲。記起個第一個故事麼？佢頭擺佢當然唔係佢喺樣板邊都愛美，不過佢做習慣咧，之後有嗰隻趴趴熊，唔係啊，咩衝進係跟米團體，唔係捱，先講唔係捱哦。喺度上太上公，要把太假公。